盐水护庇宫，中华民国107年，南巡36庄，香科大典绕境活动第5天，在盐水市区活动的影片目录。36关将屏东龙湖宫的，这个叫做天朝乱大秀以前太子宫好像建教大典的绕境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叫做平邑大婆姐镇好像是来自屏东的大婆姐镇今年的名称叫天朝乱大秀了，有用那个锅子在敲打。西宁茄东角家荒里大将公庙，大将公是指唐朝的名相，有名的宰相李德裕，他有封被封为赵国公。赵国跟河北省赵城古代所谓邯郸城可能有关系邯郸学部那个邯郸现在姓赵的是从古代祖先有功被封于赵那个地方，可能也是。不过那个古代那个赵可能是在山西还是河北的赵州和尚赵州就是在河北。后来用那个守封地的赵作为姓的。盐水番衙里赵中寮那边的好多姓赵的，祖先就是宋朝的开国者赵匡胤，还有弟弟赵光义。宋太祖跟宋太宗参考他们的族谱，有发现变成了神像。这个是照片影片播放照片，然后用萤幕录影录成影片，没有声音的，也可以用编码器配音。P01到 P35，就说 Part 1到 Part 35。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还有很多台湾庙会的影片，太子宫的也有，大丰蓝天宫的也有，东山萤火组的也有，盐水护庇宫，南巡36庄的香科大典绕境活动也有，西宁延平郡王府的也有，南昆生代天府的也有，麻豆武王庙出绕境的也有，西港庆安宫绕境活动的也有，学甲慈济宫绕境活动的也有，安定地区的也有，长兴宫还有上城第1代天府安定真护宫苏措真护宫，所处金火宫，号称第1代天府，也有王传祭典的，柳营代天院的了，王传祭典的了。
西港庆安宫活动也有烧王船的，家里那个金堂殿呢，庆典活动也有烧王船的，还有拍蜈蚣阵的嘞哦，家里金堂殿那个绕境活动蜈蚣阵那种最长的，西港庆安宫3年1次的绕境活动也有蜈蚣阵啊，学甲慈济宫的绕境活动也有。好生大帝圣诞哦，绕境活动也有蜈蚣阵啊，大丰南天宫绕境活动也有蜈蚣阵哦，是用人力扛的呢。南岭国际民俗艺术节，中华民国107年的2018年的10月份的哦，绕境采接活动那一天呢，也有艺术家打造那个烈士蜈蚣阵那种创意啊，很有创意的，上面做8个人的话，好像是穿那个扮演的，穿的有点像布袋戏穿的服装那种，那个好像叫扮演艺术还是什么的。在南岭立都新那边有举行开幕闭幕典礼，采接活动那一天呢有开幕典礼。